十四五規劃收官，取得不少嘅重大成就。十五五規劃正式開始。正如建議指出，未來嘅5年係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裏邊具有承先啟後嘅5年，係邁向並且實現第2個100年嘅奮鬥目標，促進全民進入共同富裕、綜合國力推上一個新台階嘅關鍵5年。我認為能唔能夠成功，就係靠政府嘅決策係咪獨到，全民嘅團結，彼此係咪奮發有為。當然，港澳絕對唔能夠缺席，而且要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嘅大局。教育千言萬語，視頻珍貴，我只可以喺呢度簡列係2點。第一，15/5規劃明確咁指出係要支持香港建設一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。呢個要求香港嘅教育體系係從基礎嘅教育開始，就要與國家嘅科技佈局係接軌，以及配合國家對新質生產力嘅追求。香港嘅高等教育應該加大對人工智能、生物醫藥、新能源等前沿科學嘅投入。同時，15/5提及便利港人北上嘅措施，香港同樣係應該要有便利嘅措施，係推動內地人才係南下嘅。例如內地同香港兩地嘅專業資歷應該互認。並且係要多建造學生宿舍，方便內地同埋國際學生嚟香港就讀。係俾兩地嘅人才可以喺國家嘅發展大局裏邊擁有更廣闊嘅流動空間。第2點，15/5規劃係強調加強人民合作。習近平主席係屢次咁樣公開指出，歷史文化認同係最深層次嘅價值認同。藉住國家大政嘅設定嘅契機，就國史、國情、國學同埋國安嘅教育結合，建立一套既符合香港一國兩制嘅現實嘅情況，又與國家提倡文化與歷史相連接嘅教學綱領係有其必要嘅。藉此係促進內地同埋香港師生嘅大互動、大融合。卻又能夠維持各自嘅獨特鄉土國家與世界係兼容。15規劃係講明香港要成為國際科創中心。事實上，文化歷史方面，香港亦都應該就理論、道路、制度、文化自信嘅堅守，成為超級嘅聯絡人，聯通世界。2035年，國家要走入世界嘅教育強國嘅行列。我哋嘅政策要到位，全民要努力，目標可期。呢個係人才產出嘅最根本。